开台证书店用设伫新德市北门街旧厝进士地，1838年起的到今已经有184年的历史咯。也因为这的建筑拢是手工有路的茶座建筑，增加修复的困难度。经过5年外的整修，今早起宣布完成初步的修复工程，未来会开放予民众参观。3、2、1，恭请揭牌。 在新德市北门街国定古迹进士地，到今有183年的历史。过去是开台进士地用式的厝梯，经过5年外的修整，拜三对外宣布完成第一阶段的修复工程。文书工作者表示，这对在地人也是地价后代子孙来讲意义真大。少年囡仔的时阵看真正较古纯古色的啦当然时间的关系慢慢会开始凋零这回会当安尼个整修感觉真欢喜对北门街对住伫咧遮附近的人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回忆。我的任务就是甲我后一代、后一代、一代甲传落去。虽然你毋是住喺遮，你毋是生喺遮，但是这永远嘛是恁兜，大家拢会使啦。大家拢爱知伊的历史，安尼较有迄个教育传承的意义啦。因为进士地建筑拢是用木造材料起的，也增加修复的困难，尤其是每一项拢是手工有路的艺术品，考验师傅的功夫，所以修复工程然后2年外再完成。他当初的工匠很多都是来自于内地大陆来的，那其实非常的细的工的部分，那所以在修复的时候也特别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考证，然后请工匠、艺师等等去细细的修复那甚至有一些缺损的部分也都要去找相关的一些文史的一些基证，能够去佐证它的修复的方式、修复的内容等等的。文化局指出，接落来会进一步进行彩绘修复工程，来参地价后代子孙讨论安怎利用安排导览，开放民众入去参观，彰显古迹风华，也希望大家做伙来珍惜文化资产。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